蘋果追求完美嘅產品哲學，竟然毀滅咗好多初創公司。呢粒嘢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呢？由蘋果前高級主管同埋設計師聯手開發，更加係有鼎鼎大名嘅 Sam Altman 去投資。市場對佢哋好高期望，但係一出街就強差人意，負評聲不斷，仲差啲啦，俾 MKBHD 一片打殘。呢粒嘢可以話係雷聲大雨點少。MKBHD 條評測片就話，你問佢咧附近邊度有 Asian food 推介，佢就會聽錯咗做 Ash； 問佢邊度有 NBA 球賽睇，佢就淨係知道時間，唔知道對手同埋地點，連 Google 都不如啊！搞到 MKBHD 咧都忍唔住話呢一粒嘢咧係佢評測過最差嘅產品，片尾仲祝佢好運添。Good luck。前 Twitter 工程師 Benjamin Sandosky 啦，佢就出咗篇長文去分析 Humane 嘅失敗原因，話佢哋失敗啦，可能就係因為用錯咗 The Apple Way 去開發產品。簡單啲嚟講啦，即係佢哋咧太想一錘定音，太想一鳴驚人啦。佢話呢一粒 AI Pen 燒足咗6年嘅錢，閉門造車，唔理市場嘅需要同埋期望，一出街就撲直，分分鐘燒晒公司啲錢，一 Q 清袋。佢再話 The Apple Way 咧係需要好多資源同埋時間，唔係一間 startup 可以負擔得起噶。startup 應該要保持機動性，定時採集市場嘅反應，再調整產品，要有俾市場潑冷水嘅準備。你又點睇呢？做產品係咪要有匠人精神，雕琢到最靚至出街俾人睇呢？留言討論下。我係 Karen，會分享更加多外國科技圈嘅資訊，有興趣就 follow 我啦。